大家好，我係 Jackie Chan。今日我哋一齊重溫一下點樣做 indefinite 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令到啲本身好難 in 嘅 function 都可以輕鬆處理到。開始之前呢，先戴翻個頭盔先。今日條片呢係俾我啲 M1 學生睇嘅，咁所以呢唔會講到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三角函數。不過如果你係讀緊 M2 都歡迎你聽埋落去噶，因為方法係完全一樣嘅，只係 function 唔同咗啫。我哋先講清楚一啲核心嘅概念。Indefinite integration 其實就係 revers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換句說話嚟講咧，就係 integrate f(x)， 就係要我哋估翻邊條 function d 完之後會出翻 f(x)。有啲 integral 咧係好容易估到嘅，但係有啲咧就會難到你懷疑人生。點解咧？因為佢係由 chain rule d 出嚟嘅。例如，如果我哋 d 咗呢個 e(x) 嘅三次方，咁佢就會出到 e to the power x 嘅三次方啦，再乘翻 3x 二次。好啦，但係問題嚟啦，如果我而家要你 in 咗呢個 3x 二次 e to the power x 三次 dx， 你未必會即刻估到咧原本個 function 咧係 e 嘅 x 三次，甚至可以話10個有9個都估唔到啦。但係如果我哋適當地用 substitution 咧，即係去 let 個 u 等於 x 三次，咁條式咧就會馬上變成咧 in 咗呢個 eu du 啦。呢下就唔同啦，10個有9個都識咗啦。所以你會見到咧 substitution 其實就係幫你去簡化呢個世界，令到一啲複雜嘅嘢咧簡單化。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其實係一個固定嘅流程噶，我哋可以將佢分為5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係 let 個 u 等於一啲嘢，第二個步驟就係要求 du dx 啦，第三個步驟就係要將啲 dux 變做 du， 將所有嘅 x 變晒做 u， 第四步用公式去做 integration， 第5步就係將啲 u 咧變翻做 x。不過老實講 step 1咧先係成條題目嘅靈魂，你只要揀得啱個 u， 後邊就會順到爆啦，揀錯咗咧你就做到想放棄人生。咁點揀 u 咧？其實唔使估噶，係有套路噶。通常個 u 咧就會出現喺呢幾個位置嘅，包括喺括弧入邊啦、開方入邊啦、成個次方啦、分母啦、成個 ln 啦。咁你記住一句就得噶啦，咁就係咧盡量揀最入邊嗰嚿嘢。喺呢個位置咧，多數都係 chain rule 咧最入邊嗰層嘅 function 嚟嘅。咁我哋用一個例子咧去示範呢5部曲點樣用啦。我哋而家要 in 咗呢個 function， 個 function 咧就係括弧 2x 加3，跟住開方括弧 2x 二次加 6x 加5 dx。好，第一步 let u， 咁見到個開方咧，咁我哋就可以直接鎖定咧個 u 咧就係 2x 二次加 6x 加5。你做到呢步咧，其實已經贏咗一半嘅啦。好啦 ，step 2就係 du dx， 咁你就會出到咧 4x 加6。Step 3就係將啲 x 咧轉晒做 u 啦。咁呢一步咧其實係做緊兩件事噶。第一步就係要將個 dx 咧變做 du， 第二樣咧就係將個 x 咧全部變晒做 u。咁先處理 dx 先啦。由於 du dx 咧係等於 4x 加6，可以當個 du dx 咧係分數咁樣去處理嘅。2x 加3個 dx 咧就會等於1 over 2個 du 啦。咁即係話本身題目裏邊有個 2x 加3同埋個 dx 咧就可以直接寫做1 over 2個 du， 而剩翻嗰個開方 2x 二次加 6x 加5咧就可以寫做開方 u。所以條式咧就會變咗1 over 2，跟住 in 咗呢個 u 1 over 2次再 du。如果你覺得呢個轉換咧好亂啊，亦都唔係成日諗到咧，咁你可以用一個機械式嘅方法去做噶。咁我哋要知一樣嘢，個 dx 咧係可以寫做1 over du dx 再乘翻個 du。所以頭先個 integral 咧就可以寫做 in 咗呢個括弧 2x 加3，跟住開方 2x 二次加 6x 加5，再乘翻1 over 4x 加6 du。咁 2x 加3同埋 4x 加6咧就會咁啱可以揀到做1 over 2，而剩翻嗰個咧就可以寫做開方 u。咁所以成條式咧就會變咗做1 over 2 in 咗個 u 嘅1 over 2次 du 啦。所以如果你個 u 咧揀得啱嘅話咧，咁個分子分母一定咁啱咧，咁條咧有嘢係可以 cancel 嘅。另外我哋仲有一個規定噶，就係 u 同 x 咧係唔可以同時出現，所以中間咧有 u 有 x 嘅 step 咧，咁你可以攞支筆啦，或者有條袋帶咧就查走咗佢，咁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咧去到下一步啦。咁其他人咧仲可能當你天才添，可以咁快諗到。Step 4就係用公式咧去 in 咗佢個次方加1，咁就變咗3 over 2次啦，再除翻3 over 2，經約減後就會計到1 over 3 u to the power 3 over 2加 c 啦。好 ，Step 5就係將佢換翻成 x。所以答案咧就係1 over 3括弧 2x 加2加 6x 加53括弧3 over 2次加 c。我哋做多條例子，我哋而家要 in 咗呢一個咧 2x natural log 括弧 x 二次加1 3括弧 over x 二次加1 dx。好 ，step 1我哋首先見到 ln， 咁所以我哋就會 let 個 u 咧就係 be 呢個 ln 括弧 x 二次加1。好 ，step 2我哋就要計 du dx 啦，就將佢 d 咗去 by chain rule， 我哋就會計到1 over x 二次加1再乘 2x， 咁所以就係等於 2x 除 x 二次加1啦。好 ，step 3就係將個 dx 變做 du， 將個 x 變做 u， 咁我哋可以繼續機械式咁樣將個 dx 咧就寫成 du 再除翻 du dx 嘅。咁你細心啲望一望咧，你就會好自如咁樣可以將好多 factor 咧都 cancel out 晒啦。咁整翻嗰嚿嘢咧，正咧就係 u 啦。個 integral 咧就變成係 in 咗個 u du。Step 4用 formula in 咗佢，咁 u in 完之後就變 u square over 2啦，跟住再加翻 c。好 ，step 5將佢變翻做 x。
所以答案就係1/2括弧 natural log x2加1跟住嘅2次方加 c 啊，大功告成。大家可以見到啦，其實 substitution 唔難啊，難在就係揀 u。只要你係揀得啱咧，跟翻個流程，原本好恐怖嘅 integral 就會變成咧好似 basic 題咁簡單嘅數啦。最後送一句俾大家，喺 let u 之前試下諗下 du dx 會出到啲乜，即係話你咧完個 u 之後啊，嗰個 derivatives 咧可唔可以喺本身條式裏邊揾到咧？如果揾到嘅就代表好大機會成功，揾唔到嘅即係你揀錯咗啦。條題目出得俾你咧，就代表一定有方法可以揾到啱嘅 u 嘅。你做多2次，自然就會捉得住嗰個感覺噶啦。只要你肯試，肯去跟住去做咧，我相信你每一條數咧都可以 in 到噶。如果你想我拍多啲關於 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 或者係 DSE M1 嘅技巧咧，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想睇啲乜啦。多謝大家，我係 Jackie Sir，我哋下條片再見。